創世記第16章，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。撒萊有一個使女，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萊對亞伯蘭說：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，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。那時亞伯蘭在迦南已住了10年。亞伯蘭與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懷了孕。他見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主母。撒萊對亞伯蘭說：我因你受屈，我將我的使女放在你懷中。他見自己有了肉，就小看我。願耶和華在你我中判斷。耶和華對撒萊說：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隨意待她。撒萊苦待她，他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。耶和華的使者在曠野舒爾路上的水泉旁遇見他，對他說：撒萊的使女夏甲，你從哪裏來，要哪裏去？夏甲說：我從我的主母撒萊面前逃出來。耶和華的使者對他說：你回到你的主母那裏，服在她手下。又說：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，甚至不可勝數。並說：你如今懷孕，要生一個兒子，可以給他起名叫實瑪利，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。他為人像野驢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。他必住在眾兄弟的東邊。夏甲就稱對他說話的耶和華為人看顧的神，因而說：在這裏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？所以這井名叫比爾拉海萊。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間。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，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。夏甲給亞伯蘭生以實瑪利的時候，亞伯蘭年86歲。